讲到这个中度风台度数雷夜暴风圈，伫下晡3点左右挖到恒春半岛，昆顶的风雨确实有变较大，有一寡路段是被腐败水，规个车路顶头拢是落过梅啊。那昆顶大街甲后壁乌鱼港拢是无啥人过。那屏东恒春半岛顶头的6个乡镇，还有琉球乡，暗时6点过后也拢停办停课，要先撤离山区部落居民，确保因的安全。车路加速串流，屏东昆顶南湾日下晡一阵强降雨了后，水沟水满出来，差点引起利民溪居民赶紧出来清水沟啊！车路甚至冲出大坑，警方赶紧封锁现场，过路车才袂危险。它前面的水沟旁边可能被雨水冲断了，哎呀，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。雨水一定向海边冲去，风险也愈来愈大。烦恼游客进入已经管制山坡，海巡警员提放上头，伫海边的巡逻。停车大面看的话是不会，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就是会劝导民众说不要超过那个警戒线。都出水暴风圈下晡3点左右，卡到恒春半岛，昆宁大街用要无人，雨风台打乱行程游客，趁雨变势出来买物件。另外，后壁雨鱼港中落过后大风大雨，渔船用锁北岸海产店生意只剩一成，掉了90%。对，目前如果说按照这个时段应该是就是人潮满满的。而且现在是暑假期间，有点恐怖，我有吓到。体验一下这里的台风生态，但是就是注意安全比较重要。还有附近大店的南部电视馆也因为被腐败水，停车场甲外口路段拢积水。恒春半岛有个暗时雨势甲风险拢会增强。其中满洲乡山区因为到突袭了温室警戒，有风声撤离中路村甲恒春寮部落居民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